这首老歌真好听哦，这首这个淡水无声啦吼，咱无用哀啦吼，后壁迄个哀啦社会版啦吼，咱这前头所做的吼，今日本来是卢老师呢，今仔有一场开工，本来爱去高雄赶来的啦吼，咱的团长小怪我吼，忙甲紧搁赶过来，搁赶去吼，遐远吼，咱也非常谢啦吼，阮呢演奏都上顾都头20分尔啦。老师啊，你忙赶过来，因为有叫会老师吼来站台一下，安尼家己伫站台哦惯习吼，安尼以后咧配合比较会顺啦，安尼吼，咱搁以前咧掌声吼，做介绍啦。